吉林主教买未成年的性影像哦，法官只判假罪。今仔早起，第二法院调查立委嘛拢有真侪批评哦，嘛建议讲爱修法重罚。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是表示讲伊乐观其成，也毋过实在是要安怎来调整，应该交予司法单位来规划。吉林黄主教涉嫌买未成年性影像，得到原起诉处分，搁缴纳120万罚金，引起各界议论。民众党立委陈昭祖批评，即马持有二小性影像者，相关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是并扣相关30万罚金。罚则伤轻，根本就无法度吓惊效果。因为根据卫福部统计，我3年来二小性影像犯罪被害人数达到3000多人，建议修法重罚。这样的刑度啊，部长，你认为可以吓阻吗？依我们看起来，这个刑度是最低的了。但是会比以前是完全没有用刑罚。就连执政党立委也看不落去，民进党立委林冠钦批评，卫福部讲性影像揭露率达到86%，也毋过网络凊彩搜寻，即马又会当找到一堆违法色情网站，就是因为性影像处理中心规定，需要被害人提出申诉，才会当揭露私密影像。卫福部的态度伤过消极。卫福部是看新闻办案吗？外流的问题，其他的网站现在都有处理吗？还有，甚至有些已经死灰复燃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是要等受害者来跟你报告？受害人的一个申诉是主要的来源啦，这个我必须要承认。施瑞元强调，若要卫福部主动搜寻各网站，搁揭露违法网站的权利，可能要考虑言论自由限制问题。因为根据即卖法规，卫福部无主动搜寻、主动封网的法源依据。那立委推动修法，卫福部就会当依法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